到高雄，已经卖2包饭的卖20多年了，唔捌起价，一份敢若卖20块，是附近的学生拢知影的善心的店家。也毋过最近头家娘突然间伫个面册来宣布，讲因为这个原物料一直来起价，实在挡袂牢咯，所以决定要伫个5月底收大关门。真侪老顾客拢真唔甘。20块的2包饭，分量袂少。这干嘛比炒饭像是咧鼎炒短短的，那个拍一个汤落，等下这两层色啊，金色的两皮，甲干嘛比炒饭啊包掉咧，小烫烫，香滚滚，卖20外档啊！业者煞突然间伫面书的专业顶面宣布，有家伫5月31要结束营业，互老顾客拢留言讲是大学时代因上介意食。我喜欢这些小孩，这些孩子们，所以这是我唯一我舍不得离开，不然我早几年我也跟我爹讲说。就是结束，就是没办法。就是物价太恐怖了。对哦。出来做的时候，同学都是感到非常的错愕，因为大包饭实在是非常的平价。我觉得老板娘还不错，就是他真的是为了一些学生着想，所以他价钱都没有做调整。可是老实说，这种东西早就该要调整了。头家讲，过去人一箱是380块，即马咧780，起超过2倍。原物料起，那2包饭是愈卖愈了钱，只好决定收档。其实受到原物料起价影响，这水饺、卤肉饭嘛陆续起价啊。即马卖20块的2包饭的店家，真正是听袂落去啊！附近的居民甲学生拢感觉真可惜。